個世界之間，係兩個世界之間。Between two worlds， 有啲嘢睇唔到，變新鮮，歪則寫低咗，但真實藏喺暗角。Hidden truth in between， 學識點樣適應 to adapt， 未講出口嘅 unspoken word 先至最重要，未寫低嘅乖 rule 先至決定一切 decide everything。 Hello， 歡迎嚟到 Between。 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傾一個問題，供應鏈規劃其實真正做緊嘅係啲乜嘢？供應鏈規劃其實唔係一個以物流為主嘅職能，喺呢個部門以外嘅大部分人都以為佢係嗰個負責將啲嘢由一個地方搬去另一個地方嘅部門，處理運輸延誤、倉庫管理、庫存清點嘅部門。呢個框架其實都唔係錯，但係漏咗一樣嘢。喺組織層面上，供應鏈規劃真正做緊嘅嘢係乜？供應鏈規劃係公司想賣乜嘢，同公司實際上做得到、送得到啲乜嘢之間嘅翻譯層。呢個框架睇落好簡單，但係佢背後嘅意思比表面看上去要深好多。每一個月喺全世界唔同嘅公司裏面，一班對盤生意有好唔同睇法嘅人，要一齊產出一個共通嘅計劃。諗下呢個畫面，一個會議室，3張唔同嘅 spreadsheet，3個唔同嘅版本嘅未來。銷售有佢哋自己嗰套睇法，有 pipeline 數據關係，加上一啲樂觀情緒塑造出嚟。營運有另一套睇法，由產能、前置期、採購限制塑造出嚟。財務又有第三套，有公司負擔得起幾多庫存，可以承諾生產幾多嘅角度出發。呢啲睇法好少會自然對齊，佢哋唔會自動收埋一齊。如果冇一個機制逼佢哋收埋，佢哋會平衡到公司開始蝕錢先為止。供應鏈規劃就係嗰個系統，一套流程，一套方程式，一啲有結構嘅對話，專登用嚟拍呢種對齊發生。每個月一次，準時到位，最終要出到一個數，一個大家都要接受，但心知肚明差不多即刻就會錯嘅數。呢一點值得停一停，坐落嚟諗下。成個系統嘅結構都係為咗達到需求減供應等於零，即係公司承諾要賣嘅嘢同實際上有能力送出去嘅嘢，兩者之間嘅完美平衡。呢個平衡係個目標，但幾乎從來都唔係實際嘅結果。整個規劃嘅機關都存在得咁大陣仗，只係為咗盡量賣到近少少。然之後理解點解仲差咁遠，然之後下個月再試一次。諗深一層，其實好多重要嘅商業系統都係咁樣運作，唔係為咗達到目標，而係為咗管理達唔到目標呢件事本身。諗下，如果你唔係做供應鏈嘅，而係一個要做啲決策去同呢個系統打交道嘅人，從外面理解呢套嘢意味住乜嘢？一個銷售目標，若果係喺唔理解庫存限制嘅情況下訂立，會喺下游製造出供應鏈問題。一個市場推廣計劃嘅時間點，若果冇參考產能就決定，會喺需求最高峰嗰刻造成缺貨。一個財務決策，話要壓縮庫存，但冇模擬過對服務水平嘅後果，會令到客戶最需要產品嗰陣，剛剛就冇貨。而更加弔詭嘅係，做呢啲決策嘅人，從來都唔會覺得自己搞亂咗供應鏈，佢哋只會覺得供應鏈搞亂咗佢哋嘅目標。
呢啲用傳統嘅講法，其實都唔係供應鏈失誤，呢啲係一啲人做嘅決策，而佢哋根本唔理解佢哋嘅決策啟動咗一個點樣嘅系統。一個問題，商業歷史入面大部分嘅供應鏈重大災難，其實都唔係源自供應鏈職能內部嘅失誤，而係源自上游一個商業野心、一個財務指標、一個策略上嘅賭注，由一啲對佢哋所啟動嘅嘢冇一個運作中嘅模型嘅人去做嘅決策。翻譯層一直都喺度，但係翻譯嗰啲人唔喺度，就係咁。Between 裏面，我哋慢慢學識 slowly learning， 適應隱藏生存 adapt， 喺份 K 裏揾到自己。Between 我哋繼續前行 keep moving forward， 留低啲空間，留低啲寄望。唔係所有距離 not every distance needs to be closed， 有啲縫隙Our answers themselves